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专家小组今仔表示讲，目前上主流的病毒 XBB 变种病毒，目前嘛爱针对这款病毒来防治，未来嘛应该爱定期来进行评估。另外，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嘛宣布讲，要捐5000万的美金来帮助中国研究传染病药物。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15开会讨论今年秋冬季节的新冠疫苗病毒株。根据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资料，1直到6月初 ，XBB 1.5已經佔全美國要加4成的比例，而且 XBB 1.6加 XBB 2.3變異株的比例也正在增加。I agree that updating the vaccine with the monovalent strain makes the most sense. I think the data is quite clear. There are 21 total voting members for today's meeting. The vote is unanimous. We have 21 out of 21 yes votes. 參加會議嘅專家攏同意，新疫苗採用單價，一個針對 XBB 變種病毒，包括輝瑞、莫德納加 Novavax， 都已經開始針對這種變異株研發疫苗。 美國即馬所做嘅新冠疫苗加強針是輝瑞加莫德納喺去年9月提供，針對原始病毒株加 BA4 一個 BA5嘅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疫苗，驗過只有17%嘅人做過。然後即馬正喺中國訪問嘅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15喺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陣講，未來5年將會捐5000萬美金幫助中國研發藥物，希望和中國嘅創新者。 在全球性合作裏面發揮重要的作用。And there's certainly lots of lessons from this pandemic. One of those is that we need to create better diagnostics, better drugs, better vaccines, and have those on standby, including lots of capacity for making those things. 最近幾個月，包括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摩根大通執行長，一個星巴克嘅執行長，小耍訪問中國，不過攏無甲習近平見到面。外傳講比爾蓋茨有機會甲習近平一對一嘅會談，正係最近幾年來第一位接見嘅外資企業代表。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譯。